大家好，今日12月9号，我又要回来海联堡。甲2当前无同的是，即抓有真侪友谊为我飞去哩海联堡的饭店。边仔即位叫做文玉，头前也阁有右转，甲 Charles 阁有下。咱2当前比起来，天气无遐尔好。今仔日黑暗天，不过 powder 六位拢是粉。过去14点钟，就差不多有超过10寸以上。右转，来滑头，洗一下海咧。准备要开始啊！这段路注定无好行，不过咱做伙向前。唔知是安怎，今年竟然又阁无雪鸟通坐，害了阮大家一步一脚印，安尼爬起来，实在是有够吵的，准备全队，加载有9人，我教加起来袂遐尔喘。因为昨昏落过大雪，所以今仔日这条路特别歹行。尤其是今仔日去较晚开，所以要开始上山的时阵，差不多嘛拢11点半。你看大家行到非常的吃力，就知啊。请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要鸵鸟呢？这是鸵鸟。你要看一下后面到底有多少人在上面。All the way down。那个像吗？那一点一个黑点都是人呢、啊。这很像蚂蚁吗？嗯，是树呢。路有够歹行，即马进度差不多一半。你看，上山的人排甲路长，敢若狗遐咧，一步一步向山头爬悬。这边还阁是穿皮皮。无共的是，我甲大家知影讲，路总共有偌长，心内已经小可有数啊。实在是看头前迄跋倒，实在是足惊足惊。沿路拢有人咧休困。伫1万尺的山顶，
算数是白地一半尔，下喘拢是正常的。你哪感情才好着？好，坐一个。